再来看有业者申请要伫台东市康乐里附近以3公顷的用地要开饲鸡场，要来饲上万只的卵鸡哦。也毋过民众指出讲，同一个业者伫附近已经有一间饲鸡场咯，佮要开第2间，因正烦恼讲污染会愈严重。今仔早起业者开说明会，附近的民众是抗议，嘛讲因绝对反对。 演艺场业者早起召开新建演艺场里面说明会，出席的台东市康乐里里民甲民意代表出席真踊跃，居民挂白布条啊，伫抗议业者要伫龙田果园甲主体附近起演艺场。将来以后这只是臭气冲天啊！务农的居多啦，对啊，土地那些污染，就是加减都会担心嘛。 因为这个演艺场业者已经伫附近开一个演艺场，当地居民讲，常常闻到鸡屎臭味，猫霾夜飞入去龙田真困扰。啊，毋过业者是讲，因采用新的水黏式鸡条设计，水会回收利用，鸡屎袂落入土骹，符合环保的规范。毋过陪同里面出席的民意代表质疑业者讲法，表示会甲里面坚持反对。它是全力避免治理者，会做全自动化的生产。 饲鸡条或者饲鸡卵，啊鸡屎的物件到底伊要怎处理？到底伊讲这个规套吼，包啥？我做个申请我听无啥有啦。业者讲，鸡条兴建符合台东关新设置却无实施管理自治条例的规范，离非自用主体周边500公尺以外范围。啊，毋过真侪出席的官议员是讲，抑有真侪无符合民众期待规定，会伫后一个会期提出修订。伫说明会进行到一半，就招里面离席，表达无同意兴建演艺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